隨住啟德體育園正式啟用，啟德發展區亦都成為全港焦點。咁加上配套越嚟越成熟，啟德零售館開咗 Sogo 喺入面嘅啟德 The Twins 雙子匯，仲有 ASI 呢啲大型商場陸續開幕，都為呢區增添咗唔少吸引力。今次帶大家睇下坐落喺前跑道區 Park Peninsula 由會德豐地產、恒基兆業地產、中國海外發展、新世界發展合作推出，近日現樓入伙嘅臨海新盤 Double Coast。咁呢個盤最大嘅賣點就係地理位置同埋潛力。Double Coast 係跑道區最近啟德橋嘅樓盤，咁4分鐘車程就去到九龍灣同埋觀塘商業區，附近有巴士，9分鐘就可以去到港鐵啟德站。而政府最新公布，今年內會招標興建啟德綠色集體運輸系統，落成之後10分鐘就可以連接成個 Park Peninsula 去到港鐵啟德站。咁其中一個站正就喺 Double Coast 隔離。Double Coast 成個盤分開3期發展，而家推售緊嘅第一期有361伙，分開高座嘅第3座同埋低座第5座，由開放式至到4房間隔，主打1房同2房戶型。先講下第5座低座，23伙單位，每戶都有 Inner Harbour 嘅遊艇海景同埋海濱長廊景觀，喺啟德發展區入面相對罕有，咁所以早前開賣冇耐已經接近沽清，目前低座只係剩翻1伙單位未賣。至於高座方面，帶大家睇2個位於第3座嘅現有示範單位。首先嚟到28樓 B 室，佢係3房1套間隔，實用面積627尺，位處大單邊，屬於呢期入面最大嘅標準單位。客飯廳空間充足，樓底有3.15米高，間隔分明，好方便家私擺位。白色牆身襯托淺木色地板，客廳擺放咗一張3人布藝梳化，配搭同色系嘅茶几同埋電視櫃，色調柔和舒服。3合1露台同埋客廳嘅闊度睇齊，令到單位有更加開揚嘅景觀。露台空間感充足，住戶可以靈活設計自己嘅戶外空間。呢個單位露台面向東北大單邊，望出去可以睇到開闊嘅九龍灣畔 Inner Harbour 同埋海濱長廊。客飯廳嘅另一邊係開放式廚房，特長 L 型工作台面，令到備餐空間更加充足。值得一讚嘅係，成個樓盤都選用咗德國名牌 Miele 嘅爐具，仲升級配備蒸焗爐。呢個單位亦都可以明火煮食，最適合對烹飪有要求嘅朋友啦。主人套房嘅空間闊落，放咗雙人床、大衣櫃同埋梳妝台之後，仍然可以3邊落床。驚喜位係房入面有 L 型嘅廣角窗，有開闊嘅九龍灣畔海景之餘，仲睇到體育園添。而其餘2間房嘅面積相若，同樣享有開揚嘅九龍灣畔海景。浴室選用咗大理石紋牆身同埋洗手台面，配搭型格嘅黑色花灑同水龍頭，咁加埋儲物量充足嘅雙鏡櫃，實用得嚟又有時尚感。同大家睇埋同層 A 室嘅2房單位，實用面積440尺，客飯廳同樣間隔四正。呢個單位嘅開放式廚房採用咗深灰色加米色櫥櫃，配搭 L 型白色台面，一樣係配備 Miele 嘅電氣爐具。客廳嘅設計風格就同頭先嗰間好唔同，用咗唔同嘅特色牆同埋雲石地板，配搭大地色系家具，營造豐富嘅視覺層次，可以作為其他業主嘅裝修參考。呢個單位都係位處單邊，景觀一樣係九龍灣畔海景同埋海濱長廊。主人房放到雙人床之餘，亦都有足夠嘅空間放衣櫃，而且一樣有開揚嘅海景。細房就擺到單人床，亦都夠位放書台，適合用嚟做小朋友房或者書房。睇咗2個面向內海嘅單位，其實屋苑面向空中花園嘅單位，景觀亦都有唔少嘅驚喜。就好似同座 J 室嘅2房單位，望出去係開揚嘅泳池園林景，更加可以睇到部分嘅灣仔煙花海景添。Double Coast 會所係樓盤嘅另一大賣點，以悉尼海濱地標 Circular Quay 做主題，連同園林一共超過79,000尺，規模相當之大。單係園林嘅空間就佔咗超過43,000尺，
發展商介紹嘅時候就話，園林設計嘅靈感源自悉尼皇家植物園，特別引入咗澳洲多種花卉植物，並且設有5個主題區，當中嘅兒童戶外專區更加放置咗集合遊樂功能嘅巨型藝術雕塑，帶出 Play with Art 嘅生活理念。會所設有50米戶外臨海泳池，可以一邊游水一邊望住九龍灣畔嘅海景。呢度亦都有室內恆溫泳池，會提供水中健身 FlowFit HIIT 設備俾住戶使用。而會所最吸睛嘅設施，一定係1樓全層超過8400尺嘅全方位 Wellness Centre， 係同區樓盤會所入面好少有嘅配套。入面嘅24小時健身室，除咗夠晒大之外，仲係玻璃幕牆設計，可以望住園林池景做 gym。入面有齊各樣嘅負重同埋帶氧運動器械，仲引入咗新科技實況互動單車機、划艇機等等，實行寓健身於遊戲之中。健身室入面仲有間 private training room， 方便住戶請私人教練。咁另一邊就係全玻璃幕牆設計嘅瑜伽室，可以同一時間容納10個8個人一齊上堂都得。唔可以唔提嘅係 Wellness Centre 仲有酒店級嘅私人 SPA 房，繁忙工作過後落嚟做個 SPA 同焗個桑拿，咁至係 work-life balance 啊嘛。會所其他設施仲包括2個唔同主題嘅私人宴會廳，入面唔單止有酒吧同廚房，更加有私人花園、按摩池同燒烤設施，最啱就係搞私人 party 啦。啟德嘅生活配套越嚟越成熟，日後又有重點基建綠色集體運輸系統，加埋配套齊全嘅大型會所同埋海景， Double Coast 呢個臨海現樓新盤又啱唔啱你心水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睇法啦〜